您看这我们该怎么弄啊？这里，明白了吗？明白了，谢谢何专家。贺专家，白慧，你干嘛去啊？我刚给韩厂长量完血压。你这脸色不太好，是不是没休息好啊？最近一直在赶图纸，还是要多注意休息。有什么需要来找我就好。站住！别跑！哎，站那儿！别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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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退后！别冷静！退后！再上前一步，我就杀了他！武瑞，你冷静点，把刀放下，千万别干傻事。开什么玩笑！你先把枪放下！武瑞，你把何专家放了，我们跟组织申请，争取宽大处理你。你们所有人的命都没有他的命值钱，他的生死就握在你们的手里。别废话，给我弄一台车，快！武瑞，你小子可别反魂啊！武瑞，看在师傅待你多年的份上，把刀放下，咱可不能一错再错。师傅，对不起了，就当从来没有我这个徒弟。牛师傅，冷静。武瑞，武瑞，你想想，你现在死了，谁会高兴？是你背后的主使，他们现在把你当枪使，你现在这样死了值吗？你现在还有机会，把刀放下，争取宽大处理。吴瑞，你的刀不能再用力了，再用力，他的动脉就会被你割破的。滚开！滚开！退后！白慧，别过去。吴瑞，退后！别过来！退后！小心！你也真够勇敢的了，这要换做别人啊，早都不知道下到哪儿去了。我也怕，但是也不能看着贺专家出事啊。哎，真没想到啊，武瑞竟然是特务。白慧，怎么样？这么严重啊？季专家，白慧这个伤口挺深的，你看看。就是外伤而已，养养就好了。倒是喜文姐，你还好吧？白慧，我当时我都懵了，你真的太勇敢了，要不是你，我……别这么说，其实是红梅姐救了我们。我当时也是懵的，就是觉得不能让你出事。这伤怎么样了？真的没事，你放心吧。哎，这得缝个7针8针的。啊，给我吧。那，虽然我们晚了一步，但毕竟把武瑞给挖了出来，贺专家也算是有惊无险。所以说，大家千万不能泄气。我是气我自己，怎么就没抓到活口？真应该亲口问问他，到底谁是同伙。红梅，这事也不能怪你，你要不是把他击毙了，这贺专家可能就没命了。一枪结果这狗头，真是便宜他了。我们击毙一个特务，就少一个特务，这也是一种胜利。我还记得当年战场上啊，对面的狙击手，我带队跟他对峙了6个小时，他们以为我们已经走了，所以提前移动，最后被我们给击毙。现在也是一样，特务能忍，我们要更能忍。可这不一样啊，少了一个活口，我们还有这么多未知的线索，这可怎么办？
现在他场内的同伙一定已经知道消息了。队长，我想会这个立秋辰。红梅姐，你怎么在这儿？啊，我去图书馆找了点资料。你怎么没上班啊？我今天夜班，白天帮我爸跑跑腿。看什么呢，红梅姐？红梅姐，一个熟人刚才。你去哪儿？我给傅伯伯送药，他最近总犯病。你胳膊上还缠着纱布，别乱跑。我先走了。东西拿到了？没有。你没有见到飞狐？见到了。刚刚在巷子口，他示意我后面有尾巴，要不是他发现，咱们就暴露了。这个飞狐啊，跟他爸一样不简单。我们只能另寻机会了。蚯蚓已经牺牲了，我们不能再有任何损失。死了？是的。飞狐也对此心有预计。
为什么会暴露？现在说这些还重要吗？好在他被灭口的时候没有透露任何信息。事关飞狐的安全，我们得防止他们顺藤摸瓜。你放心，飞狐做得非常好，仪器厂的人都很信任他。这也算是蚯蚓最后一次表现了。我会向上峰为他请功的。你知道刚刚在巷子口谁跟着我吗？庞红梅。你暴露了。不至于。我觉得他应该是对我的身份还有所怀疑。飞狐提醒过我们，大家都要小心他。蚯蚓就是栽在他的手上。你对这个庞红梅了解多少？我们对他的资料掌握的并不多。我得想办法会会这个庞红梅，让他打消对我的疑虑。你最好离他远一点，越远越好。猴子、壁虎、蚯蚓全部都是栽在他的手上。那我就更得会会他。大爷，季专家，季专家，大爷，请不要动弹，刚做完手术。见完之后是你亲手送给楚公的？是。那么楚公中毒昏迷，现在还在医院躺着，你觉得跟你没关系吗？你不要负责吗？红梅姐，你怎么在这儿？庞公安，白大夫，你怎么会在这儿？一个人静静，想些事情。你说，我父亲当初会不会也像我这样，站在这卢河边，看着这里？哎呀，卢门这个地方也不大，凡是到过这儿的人呐，都会到卢河来看看的。说不定啊，你父亲也来过这儿。是，卢门也不大。对了，我刚看白慧送药去了。哦，哎呀，我这不腿脚不好啊，送个药啊，帮着干点什么，也就都靠他了。啊，庞公安，那我先走了。哎呀，哟，老傅，老白，你说的地方，我找到了。什么？我们需要你的医术。我想你一定有办法毒死楚怀秋，还不会引起任何人的怀疑。想得太天真了吧？告诉我，怎么靠近楚怀秋？我会来创造机会，安排所有的一切，而你需要做的是，准备好你的药。白大夫，别让党国失望。
整个实验舱的关键部位都要进行严格排查。这件事情呢，由韩厂长和车间的赵主任亲自组织人手进行逐一排查。丁贤，这件事情你负责，有任何问题马上向我汇报。是。封斌啊，到。武瑞最近接触的人都调查了没有？查过了，队长。他除了宿舍还有车间的工友外，还有一个问题就是，他最近总是流鼻血，好像就在出事前几天还找白慧给他治疗过。白慧给他治疗也属于正常的。白慧救了贺希文，他怎么会有问题？一码归一码，现在武瑞死了，所有的秘密需要我们自己来挖掘，任何一个疑点都不能放过。没错，我们不能放过一个坏人，也绝对不会冤枉一个好人。这件事情说起来容易，做起来难。不过，我倒是有个办法。哎，白慧，陆秘书，你怎么来了？白慧，你手好点了吗？啊，没事，不疼。知道你手坏了，我心疼坏了。本来想去医院找你，但是怕被人发现。你做得对。怎么了？白慧，你跟我说实话，那个吴瑞是不是你们老师那边的人？那他会不会指认你？他人都死了，死人怎么说话？但是你这个老师还是不能相信。他今天可以这么对吴瑞，明天就可以这么对你，太危险了。不行，咱们还去自首吧，现在还来得及。吴瑞是被红梅姐枪毙的，我们做的事也是要被枪毙的，我还不想死。你放心，我老师不会这么对我的。等到那边一安排好，我们就走。真的？可是，咱们两个走了，那你爸呢？我爸也去，但是我们分开走。他年纪大了，我怕他担惊受怕的，身体受不了。还有就是，我现在还不想把我们的事跟我爸说，等到香港再跟他说实话。好，还是你想的周到。不过这件事情一定要快，夜长梦多呀。你放心吧。你知道密闭舱实验在哪儿吗？你怎么还想替他们打探小邪呢？我当然不是。我老师说，等到密闭舱实验的时候，他们的人力精力都会集中在那儿，就不会有人注意我们，方便我们走。具体厂长没有说在哪里，但是只知道在咱们厂的后山。那我们就绕着后山走。白慧，经历了这么多，就不害怕吗？我怕，但是有你在，我知道我不是一个人，所以你不能再对我有二心，不能再怀疑我，知道吗？知道了。爸。哎，小慧啊，嘿嘿，哎，小陆秘书，哎，白大夫你好，下班了，您白大夫这不进屋在这说什么话呢？没有，我找白慧说点事儿，这就走了。哦，那你们说啊，那明天见。好。哎，这小陆秘书心事重重啊。是吗？嗯。可能最近厂里太忙，累的。哎呀，走吧。哎，你这胳膊怎么了？啊，不小心划伤的，没事儿。哎呀，怎么总是不小？重不重啊？不重，今天他们都给包扎了。哎呀，你看看你这，下班还不赶快进来？白慧，哎，葛云姐，
郭叔来电话说让你中午去给楚公做推拿。楚公肩膀好像不舒服了，是吗？那需要煎药吗？哎呀，这个我倒没问，应该不用吧？别忘了啊，中午。哦，知道了。哎，就这儿算。这是肩颈穴，用双手拇指按压1分钟，然后再按揉2分钟，局部感到酸胀就可以了。哎呀，这段时间啊，确实有点累。白慧同志啊，又麻烦你了。楚公，您太客气了，这都是我应该做的。对不起啊。红梅，你今儿怎么想起丁白慧了？你不会怀疑她吧？我不是怀疑，可能是我想多了吧。好，我马上过来。挂了啊。对不起啊，白慧同志，我有点事儿，耽搁2分钟。主公，要不我先回去，一会儿再过来。没关系，你就等2分钟啊。啊。红梅，你到底希不希望这白慧动楚公的桌子呀？你怎么这么多问题？哎，陈队长。啊，主公。哎，都到门口了，打什么电话进去嘛？哎呀，我这不是害怕耽误您休息吗？什么事儿？说。也没什么别的事儿，就是想问一下您，生存实验室的时候，专家组都有谁参加？年轻人都非常踊跃，可是只有15个名额呀。我想这样，投票表决。啊，主公，您看这样行吗？给我们也留2个名额。啊？你们想体验一下这种生存极限啊？这可是个考验呐！我想再难也难不过炮火连天的战场吧。好，我考虑考虑。那就辛苦楚公了。哎，我这都快把楚公问烦了。怎么样，有什么发现没有？队长，我看这个白护士啊，真是个好姑娘。这楚公走以后啊，人家就踏踏实实打扫卫生，什么书桌、书柜、保险柜都走得远远的。这武瑞现在死了，但这个案子并没有结束。这样，你和长生去查一查，看看这个白磷到底是从哪儿来的。是。怎么，还在担心白慧啊？队长，我也希望是我想多了，可是这一切都太巧了，偏偏在我追踪厉秋晨的时候，他就突然出现。我就开始回想，从一开始张阿水的案子，到后面丹阳坠崖，再到现在的武瑞，每一个案子他都牵扯其中。更何况现在白明翰的身份还没有调查清楚。你说的这些呢，我都理解。但是这个武瑞啊，毕竟是葛主任的患者，葛主任把他交给白慧呢，也是比较合理的。现在我们唯一缺少的，就是证据。至于你说的那个厉秋晨，你觉得他跟白慧之间有没有什么关联啊？现在还不好判断，但确实是白慧转移了我的视线。进。哎，啊，裴章，正好都在。裴章，裴章，什么事啊？那个，我表哥让我帮他带个信儿，他想邀请庞红梅同志下午一块儿去爬个东山。好。我？对啊，
为什么？这个我就不太清楚了。没事，如果你不想去的话，那我就跟他说一声。没事儿，我去。行，那我去告诉他啊。你们先忙。辛苦裴章了啊。哼，你看看，你刚刚跟丢，这又主动送上门了。我去会会他。好。厉先生。就你一个人？本来约了裴章跟丹阳他们吧，你们那儿太忙了，我又不能爽约，就自己过来了。也是，他们现在工作确实挺重的，理解。科学家嘛，走吧。好。您这布朗相机是50年的第1代吧？观察的还挺仔细啊。你是不是见到每一个人都要先观察一遍啊？别介意，职业习惯。那你能不能也分析一下我？好啊。说错了你可别怪我呀。说来听听。比如说，我们见过没几次，但是每一次不管你穿什么，鞋一定很正式，也很得体。这说明你应该是一个很有主见、很独立，而且很重规划的人。如果我没猜错的话，凡事你都喜欢制定计划，然后执行。那照你这么说，我岂不是没什么缺点？也有，就是太完美主义，你不允许你的计划有一点的纰漏。没想到咱们庞公安还是个福尔摩斯。那只是小说里的人物。我能叫你红梅或者庞小姐吗？都可以啊。怎么走？怎么走？怎么走？我得想想。这毕竟10几年没来吧。这边吧，这边应该比较近。好。我回来了！我回来了！我回来了！庞小姐，你不喊两声吗？不了吧，没什么意思。你对每个人都这样啊？什么样？哦，你对季专家不这样。哎，我忽然明白一件事情，也许你心里面喜欢的是季专家。咱们才认识几天，怎么会有这样的感受？直觉，一个男人的直觉，而且我这个人的直觉向来很准。好啊，聊聊你的直觉。我的直觉啊，就比方，你现在心里面一定在想，我是个什么样的人，我为什么要约你来爬东山？所以为什么呢？因为我欣赏你，我欣赏你的率真，欣赏你说话时看人的眼神，欣赏你。这好像不属于我们工作范畴之内。被我说中了。OK， 如果你不想聊这个，那咱们就换一个话题。你这次回来，不会只是为了带个相机来游山玩水、走街串巷的吧？为什么不呢？这是我的家乡。这里的一山一水一木都让我流连忘返，我怎么看都看不够。对了，下午会有大事发生。什么事儿？到时候你就知道了。厉先生还真是喜欢卖关子。你听，
听见了吗？多么好听的鸟叫声！咱们别惊扰到他们啊！这可能是我一生当中拍的最好看的人像了。要不我在这给你拍几张照吧？不了，我不喜欢拍照。谢谢。OK， 那太遗憾了。谢谢。欢迎爱国华侨厉秋晨先生讲话。大家好，这次回到祖国，我深切地感受到新中国蒸蒸日上、日新月异的巨大变化，还有你们一张张热情洋溢、充满幸福的笑脸。这次将大华铜矿无偿捐给国家，是家父的遗愿。今天我很荣幸能替家父达成这个愿望。同时呢，我也有一个小小的请求，希望可以允许我在矿上工作一段时间。家父生前对这个铜矿有着很深的情感，我希望我能够在矿上也贡献一份自己的力量。谢谢大家。队长，省厅送来加急文件，你看，是省厅调查叶芊芊的资料，与李光明在狱中供述的基本吻合。南山培训班，队长，回来了。啊，陪着厉秋晨去了一趟东山，又参加了捐赠仪式，怎么样？对他的看法有没有改变一点？这个厉先生作为爱国华侨，又是捐铜矿，又是深入农场，确实是让人挑不出毛病。但是，从我跟他的接触里，我总觉得他不够自然。啊，说说看。那天我在图书馆跟踪他，他在15分钟之内看了3次表，往门口看了4次，很显然是在等人，而且书还没看完，急匆匆就走了。但只有这些，也不能断定他就有问题啊。所以还得继续盯着。嗯，这是什么？老师刚送来的资料，喏，你看看，能不能看出哪个是武瑞？南山少年班。这个，老师通过省公安厅查清了叶芊芊现在的情况。寇雪松之前主持过南山培训班，上面照片上的这些孩子都是该班的成员。所以叶芊芊也是学员之一。没错，武瑞也是。这资料上还显示，该班一共有13名学员，8男5女，只有编号，没有名字。这个寇雪松，连孩子都不放过。也只有寇雪松才有这个无耻的行为。照片上的这些人，除了跑去海外的、留在内地的，或死或者被抓的，仍有一个人成谜啊。没有线索。据说大北监狱关押着一个被捕的学员，老师正在跟那边取得联系，进一步了解情况呢。你这最严重的还不是胃病，外无克邪，内无湿热，脉搏一强一弱，收缩的很不均匀。心病啊？别说的那么玄，让你做的药做好了吗？这是雪狼交代给我做的，我必须得亲手交给他。
这个规矩你应该比我明白。谢谢了，白大夫。相信您一定能够妙手回春，药到病除。张局长，你看那边。主公，主公，主公，啊，张局长，辛苦了。韩站长，辛苦了。主公，那我去忙了。啊，你忙。那个西文啊，来。张局，韩厂长，你给首长们介绍一下情况。这个密闭舱是完全按照模拟潜艇的气象条件所设计的，并对里面的空气进行了实时监测与控制，列入了温度、湿度还有压力等等。这里完全可以满足模拟性、气密性、安全性、居住性。这里呢，总共分几个舱室，参与进入实验的工作人员可以长期居住在这里面。你们看，这个是双层观察窗、双层火口、双层进出门。后勤的工作人员可以通过这里进入第2道门，以便更换人员，也可以保证密闭室和外界不直接相通。看来，在外面很容易的事情，到了这儿之后，都会变得很艰难。嗯，是啊。好疼啊！什么东西在咬我？好在毒性不是很大，送来的也及时，不然就得去市医院调血清了。你们以后千万要注意，不能再被这东西咬了。主公，这次幸亏有白慧在，她懂草药，也知道东山那些有毒的东西，单凭伤口就能判断出来是被什么咬了。这要是换了不懂的，恐怕真不能治得那么及时。谢谢白护士啊。您客气了。人没事就好啊，但是这件事也提醒我们了，这山里除了蜘蛛，那还有蝙蝠啊、蛇呀，这不知道什么时候就出来，不能常待呀，咱们得想个办法呀。主公，我建议啊，对咱们实验场进行一次全面的消毒驱虫，而且以后你们在实验的时候应该有医护人员在场，这样才能更好的保证专家的安全。哎，这是个好办法，我同意。哎，这个很有必要啊。楚公说的是。各位稍等，丁姐，这是张局的批示，请他们进去除虫消毒，你看一下。小雷，带他们进去吧。来，你负责这个区域啊，不要喷洒到。这边，你过来，这边啊，还有桌子底下都要喷到啊。好。哎，白慧，你过来。这么大的设备，你看那还有床呢，这太窄了，能睡下人吗？这应该都是模拟潜艇的环境吧？这都是机密，出去别跟他说了。这边，看我。罗主任，这个区域已经喷完了，还剩一些消毒液。哦，那我们进实验舱消毒。好。哎，葛主任，请不要随便走动。啊，同志，是这样啊，我们还有一些消毒液，倒掉就浪费了。我想进实验舱也彻底消毒一下，不放过每一个死角。对不起，上级有命令，这里面不许随便进入。是这样。那好，那我们在门口消毒一下，可以吗？好，可以。好，这个区域啊。好。约庞红梅去爬山，一点收获都没有，倒是他，不停地在试探我。飞回来情报了，他们的实验地点设在仪器厂的小后山。抗战的时候，卢门警卫部在小后山挖了一个防空洞，一是用来人员防空，二是用来放战备物资和枪械弹药的，就在这附近。但是现在还有个关键的信息，他们可能不知道。当初我们准备挖一个2号防空洞，但是因为战局变化，还没施工就结束了，就在这1号防空洞的山对面。现在不知道还能不能找到那个洞口了。
哎，人都去哪儿了？都去忙活防空洞了，那边现在是重中之重。谁给我的信？啊，我从门卫那边帮你捎回来的。邱局长，这个地方以前叫石桥村，解放前呢，国民党在这办过一个电台培训班，溃败的时候就给炸毁了。那以前怎么没发现这里有问题呢？解放后政府排查过，没有发现问题。5年前这儿又着过一场大火，所以这个村子呀，彻底就荒废了。红梅。 怎么了，老姜？快来看，这儿好像被人动过。手电。万里赴戎机，关山度若飞。朔气传金柝，寒光照铁衣。将军百战死，壮士10年归。哎呀，我宝贝儿真聪明。怎么回事？老姜。小时候，我父亲常常给我读这首《木兰辞》，就是希望我长大能像花木兰一样。这墙上到处都是符徽，只有这一处被人擦拭过，有人来过。会不会是之前跟你要去的人啊？这儿有个箱子，
五线谱。有发现。 木兰花，你的开在哪？这是我爸爸的怀表。木兰花，我心中发芽。木兰花，饱含离别那句话。木兰花，等你回答。 9年了，我们终于找到了你的父亲。从遗骨的化验报告上来看，没有枪伤，应该是刀具造成了老庞气伤。另外，在现场发现的皮箱里的医疗器械，可以证明行凶者应该懂解剖学。解剖学？会不会是白明翰？白明翰是个中医，没有证据证明他懂解剖学。 红梅，你觉得是谁把这把钥匙寄给了你？还不能确定。老姜，酒窖里的线索很可能是事关雪狼，不能放过任何细节。是。老师，红梅，你父亲终于可以安息了。 你要记住他对你的期待。是。听他们说，你找到你父亲了。来龙门以前9年，整整9年我都在找他。到了这里之后，我就发誓，无论如何，我要找到我父亲，让他入土为安。 现在我理解了，就像老师说的，在理想和信仰面前，就算是死亡，真正的勇士也会毫不犹豫地用自己的鲜血去换取新中国的诞生。我父亲就是真正的勇士。 你看，这场大雨寄托着我们的思念，落在泥土里，
滋养着大地，也落在我们的心里，让我们时时刻刻的铭记。我相信，你父亲看到现在的你，一定会十分的欣慰，十分的自豪。是，也许这个他也可以在远处望着我。同志们，这次我回国看到，咱们祖国的建设正在热火朝天的开展。我了解到各行各业都急需大量的铜，现在呢，就轮到我们大华铜矿为国争光的时候了。只要我们每天多生产1斤铜，就等于是为祖国的建设多出了1分力。我决定，由我负责，抓安全，促生产。从今天起，咱们呢3班倒，轮流干，为祖国的建设卯足干劲儿，争取把咱们的产量往上提1番儿。辛苦大家了！老师，立秋辰把大华铜矿捐给国家了，只是它离小后山可真不远。我已经通知国局了，让他在矿山和场地之间加强警戒。看来您早有防备，还是老师想的周到。局长，队长，同志们，密闭舱的实验马上就要开始了。在这个时候，敌人会想尽一切办法，利用一切机会破坏我们新中国的建设。这是个关键的时刻，我们一定要提高警惕。这次实验的外围保护工作由我们专项组和厂保卫科共同负责，厂医院组成医护组，全程负责实验人员的医疗保障。下面我来宣布进入实验舱综合实验的人员名单。刚才我所说的呢，就是我们近期工作的重中之重。好，下面我宣布，经研究决定，参加本次实验的医护组人员有葛云主任、护士长白慧、护士骆珊珊。值得高兴的是，白慧、骆珊珊作为替补入舱实验人员，随时做好准备，替补待命。同志们，这次综合实验呢，是我们全厂的大事，大家务必要全力以赴，确保医护保障工作的顺利完成。这次封闭舱综合实验的重要性，我就不多说了。有人啊，曾经建议我用军人和工人代替我们，被我拒绝了。我认为此次实验，我们每一个人
都有每一个人的任务和使命，是无可替代的。为了新中国核潜艇早日建成，我们必须拿出勇于拼搏、敢于奉献的精神来，为祖国和人民交上一份满意的答卷。大家有没有信心？有。好。现在我宣布一下实验人员名单：入舱人员贺希文、谢立奇、李培章、龚杰；外围研究人员名单：楚怀修、季南阳。不是说好了等他们实验咱们就走了？你怎么现在又参加上实验了你？你问厂长啊，这是厂里决定的，我能不参加吗？我接到通知的时候，我都懵了。那就说你身体不舒服，不能参加实验。那不还有很多预备人员吗？让他们去啊！或者咱们现在就走。你疯了！我说过多少次了，现在走我们能去哪儿？而且在这个节骨眼上走，不是更要被怀疑了？更不能说我身体不舒服。我们刚体检完，大家都知道我身体没有问题。可是我现在就要疯了，我都想就要崩溃了，我。陆成，你怎么连这一点小事都扛不住？都熬了这么久了，你怎么就差这几天了吗？我现在真的很怀疑，我将来跟你在一起，你能不能保护我？你以前说的那些保护我的话都是假的吗？不是啊，那些可都是真的。可是现在我说过，这件事情只有天知地知，你知我知，你怕什么？你知不知道，我每天都在做梦被公安抓，甚至会梦到被枪毙的那一幕。陆超，我都不怕，你怕什么呢？等一切安排好后，我们一起从从容容的去香港。你再忍耐一下，就20天啊！在这实验的20天里，你就正常的上下班。20天以后，我相信一切都会安排好的。你看着我，陆成，你看着我。我参加实验的这20天里，你在外面一定要照顾好自己。你答应我，别让我担心好吗？这次生存实验里里外外都是需要周密保护的人。经过张局的批准，徐长生同志进入了实验名单。长生，到。你进入实验舱后，要带领专家训练体能，同时呢，也要协助专家保证设备的正常运行。是。董兵，到。防空洞的大门以及周边一定要做到严防死守，任何危害到实验的物品，绝不允许出现在实验舱里。是。丁杰、红梅，到。这个期间，我们3个负责保护好场内。是。执行。是。队长，听说白慧也要参加实验。对，他们只负责外围的工作。可我还是有些担心。我也理解你的担心，但是白慧在厂医院表现也比较优异，我们也没有理由把她拿下来。明白。哎呀，这天闷的，这雨啊该下下不来啊，你看着吧，过2天呢，一下就是大暴雨。卢门这个地方这才叫怪。爸，过来歇会儿，喝口茶。哟，这太阳从西边出来了，你怎么想起来给我倒茶喝了？今年头茶，过来尝尝。哎呀，新鲜，新鲜的啊！哎，好。哎呀，怎么样？好喝。爸，
跟你说个事儿。说。从明天开始，我有20天不在家，你得自己照顾自己了。干嘛去？封闭舱实验，我被选入加入医护组，因为实验是封闭的，所以这20天我得在实验场。不过你放心，葛云姐和珊珊他们都在呢。我说今天怎么回事呢？又给我倒茶，给我献这个殷勤，闹了半天，这最终的目的在这儿了，啊？小辉，上次建实验水池的时候，所有人都怀疑楚公是女孩，是吧？所以啊，爸爸劝你啊，离这伙人远点儿，别跟他们交往。那是两码事。怎么是两回事？医院那么多护士，就缺你一个，怎么每次都得你去啊？那我是护士长呀，我得以身作则。你去做责去了，把爸爸一个小老头扔在家里饿着。小辉，就说你们厂这个项目，从上来以后，这一件一件的怪事还少吗？啊，就这次这个实验，搞不好又出什么幺蛾子。别瞎说。好，我说，那现在最安全的地方就是那防空洞。你想啊，它要是不安全的话，能让那些专家们进去吗？小辉，你这身体本身就是湿气重的，防空洞里有毒虫啊，蜘蛛、长虫都有。你小的时候就怕这些东西吗？怎么你还去吗？葛云姐已经带着我们做好消毒了。爸，我知道你是担心我，但是这次实验很关键，我得去。你放心，就20天，20天我就回来了。我给你多准备点吃的、干粮，你照顾好自己。啊，对了，这是我这个月工资，您收好。我不要，我一个人在家饿不死。听话。你咋不听话？啊，总让我听话。你要听话的话，去跟科主任请假，不去。我都已经在名单上了。那这次实验调动了全厂上下，就是为了保障实验安全的。那你说这个时候我能打退堂鼓吗？你不打退堂鼓，我爸爸打退堂鼓呗。你是我爸，你就不能支持我一下吗？非得去？啊，这是跟爸爸商量，先斩后奏啊！你这是叫？嘿。来，给你倒点茶。那，喝一口。哎呦，长官，你看看这个，这个是小后山大概的位置，那个洞口大概在这儿，附近有一个大石头。好。一定要找几个要钱不要命的主，关键是得找一个道上的人，这样在山洞里面才不会跑偏。有合适的人选？我已经想到这个人了。我会想办法从矿上给你转一些炸药出来。铜矿那边我已经安排好了，3班倒炸山，时间是上午的9点、下午的1点跟4点。记住了，如果你要爆火，一定要保持透明。是。同志们。我们现在的实验马上就要正式开始了，我们将在这个狭促的空间里度过20个昼夜。这里边没有阳光，只有灯光。我们的伙食呢是按潜艇官兵的标准配置。在这20天里啊，我们要做一系列重要的实验，以获取数据，包括你们本身身体的任何变化，也都是重要的数据。总之啊，我们要在这里完全模拟潜艇官兵的生存环境。在这之前，我们在这方面的认知啊，等于0。所以，在我们的实验中，会遇到很多意想不到的艰难。我虽然不能进舱，但是我会和你们一起共同奋斗。由于实验的特殊性，一旦我们实验开始，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，所有人员
不得进出实验舱，以确保我们实验数据的准确和完整。大家各就各位。是。裴章，正常。龚杰，啊，正常。楚工，舱内报告，舱内温度19度，湿度60%，所有仪器数值正常，汇报完毕。哎，雪儿，我这个数字和你那个数字，咱们再核对一下。季专家，这是你要的资料。哎，谢谢。谁呀？我，四毛哥。啊，来了。来了来了。四毛哥，你咋来了？怎么着？我不能来啊？最近总是见不着你小子，又去哪个朝代的墓发财了？哎呀，最近管这么严，我那盗墓的手艺都上了。再说，就算出了好货，也不好出手啊。手生了。生了吗？上个月兰家沟有个明朝的墓，是你开的吧？什么事都瞒不了你啊！哎，我你看啊，不过这成色不错，要不你给抽了，一点瑕疵没有。是啊，看着真是成色不错，有点意思啊，真值几个钱。省官有的瓷器，着什么急？着什么急呀？看看，真的假的呀？看看就知道了。真假货呀？废话，够不够？够。找上你两个弟兄，有趟大活。啥大活？那放下，放下！我告诉你，当年国军逃走的时候啊，在小后山藏了一批金银财宝，带不走。这两根金条呢，就是从那儿捞出来的。我呢，特意给你准备了一场宝图。如果咱们挖到这批宝藏的话，那下半辈子什么都不用干，只管吃香的喝辣的，你也不用再挖坟干那些损阴德的事儿了。有兴趣吗？这么好的事儿，你自己怎么不吃独食啊？我倒是想啊，但是当年国军逃跑的时候，把洞口给炸塌了。这挖洞找穴，我不在行，你在行啊。不找你找谁呀？不过，这事儿我得琢磨琢磨。好，那你琢磨琢磨，我找别人了。我没说不干呢。明天我就找人去干。这就对了嘛。切记，这件事情千万不能声张。最近小后山有哨兵公安巡逻，还有啊，找几个有本事、信得过的兄弟。行，但亲兄弟明算账，拿了货怎么分？你看你这点出息，55分。来，笑舱内的同志，怎么样？汇报楚工，舱内温度20度，湿度70%，汇报完毕。这个给你。这个人呐，在自然环境下生活是最轻松的。这个密封舱，这个环境就苛刻了，因为这里边是人造空气，稍微出一点问题，后果就非常严重。现在看来还行，整个指标还算平稳。
飞扬，吃药。哎，谢谢。小慧，这是什么呀？啊，维他命，专家每天都要吃。每天？对。你要不要来一点？对身体好。啊，我不用。记得吃药。哎，好。什么时候来的？早来了，看你一直在忙，没敢过来打扰你。没办法，这些数值一点都不能出错。季专家，哎，过来看看这个。好。早。珊珊，检查一下你的设备。我你也不信啊？我当然信你啊，但这是规章制度，所有进仓的设备都要检查，咱必须执行，对不对？没问题，配合你的工作。没问题。这个方向。就是这，到了。走。你不让就这位置。他们往哪边啊？说3万。哪边？是这边吗？怎么样？这儿。是这儿吗？我确定是这儿。耗子，老朱，咱哥几个后半辈子能不能衣食无忧，就看这一把了啊！干活！得嘞。各位同志们，根据实验的要求，我们先要做的是负荷实验，3分钟内交互蹲跳，每个动作都要标准，中间不得休息。大家散开。这个考核项目啊，是密封舱下人体生理的极限实验，这是海军医学研究所提出的一个项目。这个运动量消耗极大呀。这才第3天呢，看来未来的日子里，对这些科学家们太难熬了。必须坚持啊！
不知道，我看看。这儿了有点啊，真疼啊！人命要紧啊，哥。这样，给他擦把脸，带他上去看看。你们俩接着干，别偷懒啊。胖子，胖子，谢谢。胖子，行了，走吧。负荷实验完毕，负荷实验完毕，所有舱内实验人员前往过渡舱。重复，所有舱内实验人员前往过渡舱。医护保障小组准备进入实验舱。医护保障小组准备进入实验舱。葛主任，医疗小组只能在过渡舱停留，不能去其他舱室。明白了。巾帼不让须眉啊！贺专家也要做体能实验啊。女性未来也会在潜艇工作，我的数据一定会用得上。白大夫，哎，白大夫，赶紧救救我这兄弟！哎，认真点，认真点啊！白大夫，我这兄弟让一个毒虫给咬了，你看，越来越严重。啥子时候被咬的？不多久，不到1小时。哪个山人咬的？您怎么知道我们是个山里？白大夫，我们没上山，就是路过山脚下的时候，一个虫子给咬的。没上过山？没有。那治不了了。哎，白大夫，儒门啊，到处都是山，不同的山有不同的毒虫。东山这是长虫，樱花山这是蝎子，不同的毒啊，这有不同的治法。你不告诉我去哪个山，我怎么治呢？小后山，我是给一个大蜘蛛咬的。小后山就小后山，你撒什么谎呢？这是洞穴里上户蜘蛛咬的，还好来得及时。再晚点儿，你就真的不能动了。哼，忍着点儿。忍着点。这就行了啊。信号清晰吗？在小柳城机关方向。怎么样？霍局，信号没了。报告。进来。局长，在电侦科和郭局的移动电侦车的配合下，我们初步确定了敌方电台的位置，
在小柳城西关一带。范围是不大，但是在市中心的老街，人口比较密集。自从楚宫开展了生存实验以来，迪特的这个电台的活动也是越来越频繁了。我断定，他们肯定要对这次实验进行破坏。难道那些特务真能找到实验地点？不得不防，毕竟防空洞是在抗日战争时期建造的。